见魔王。 8年来，误以为被摘星出卖的狼崽，经过严格训练，成为外表冷酷的国王，被楚葵蒙骗和利用。陛下元神已稍有恢复，大将军们请入。参见陛下。诸位将军起身。谢陛下。臣等冒死恳请陛下网开一面，望陛下三思。三皇子博王殿下觐见。臣参见陛下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众臣都知道，朕有一养子，是为己出啊。一直以来，他都身在宫内。近年来，朕才交付一些要事，叫他去做。只是你们这些封疆大吏，还有不少人没有见过他。今日不妨一试，啊！臣等参见三殿下。参见三殿下。免礼。启禀陛下，镇国侯萧贵已伏法。好个博王啊！哎呀，朕看诸将都老啦。好啊，天下时政刚柔并济，诸将的人心，还有博王的血气，这都是朕最喜欢的。只要众卿忠心，朕是不会亏待大家的啊！城主，结果如何呀？我等已决定交出兵权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才能够保全我马府以及夔州城军民永安。城主，马家军以城主马首是瞻，若交出兵权给楚家，恐众将士难以接受。我意已决，且陛下已经下旨，令马家军分兵，你即可启程赶往边境，述职归顺朝廷。我待俊儿
赶回夔州城。城主，我绝对不会让此乃军令，不得违抗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此事你办得甚好。不愧是朕的儿子。起来，来，在朕众多的皇子中，你是朕最信任的儿子。唯一让朕担心的是，怕你还有一点点的弱点。朕要你回一趟夔州城，如何？儿臣领命。眼下，朕不能让马英存活于世，但妻女马摘星对朕来说，日后必有所善用。我听说养狼人会把狼牙做成幸运符，所以呢，我就命令工匠专门为你打造了这个狼牙链，可以护你日后平安。无影，海蝶，参见主子。莫萧呢？莫萧参见主子。莫萧能无期潜入，有长进。海蝶闻言，则需再练。你们跟我来。是主子。夜煞有最新任务。陛下命我们去夔州城监视马英。是主子。随着镇国侯伏法，晋王世子趁机攻下并统辖了镇国侯原先所控城池，力改苛政风气，大力推行德政，令此地逐渐繁荣，迎来一片祥和太平。客官，你随便挑一挑啊，又便宜又甜。小凤，本郡主悔婚之事是否已经传出？已经传出，但还是有些想要提亲的公子们正等着见您。还来？郡主的聪慧貌美，声名远播。您虽是悔婚，但不论是民间议论还是各府名门，大多是觉得沈府配不上郡主，郡主才悬崖勒马。听闻者都在为您叫好呢。啊！
这螳螂为了择偶，都肯被母螳螂吃掉。我看郡主如何做，都是难以抵挡飞蛾扑火的。好，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就要让他们知道，来我马府提亲者，只有绝望，世人都没有希望。走，会客。是。各位公子请坐。谢郡主。禀郡主，这位是已故尚书齐大人之子齐公子。郡主。这位是潞州刺史柳大人之子柳石公子。那位是先金大将军乔将军之后乔公子。郡主好。各位公子的来意，总管小凤皆已告知。各位都是名门之后，家世不凡，一路也看到了夔州城之民情。若是有所谏言，摘星极其愿意倾听。但若是各位公子只为提亲而来，恕摘星婉拒。果然是名不虚传呀！我等早有耳闻，郡主对任何求亲一向不给情面，拒之门外，甚至允诺婚事者亦是悔婚，始终是瞧不上眼。但我等文韬武略是无一不通，必是胜过那神府与任何以往的公子。郡主，如有任何侧考，放马来。小凤。是。抬上来。郡主放此木箱，莫非是要以此箱行文作诗？这3只木箱当中，只有一箱放置了3只彩蝶。若是有人能答出是在哪一箱，便可谈亲事。这木箱紧实难窥，试问郡主，如何能看得出这木箱里有彩蝶？用耳听。用耳听？用听的。世间万物，无论是风，是蝶，皆有其形，其音。彩蝶振翅，亦会有其声。若是可以听得出它，便是答对了此题，不是？奇了啊！神世之间还有人听得这彩蝶振翅？在下明白了，请郡主稍等。如此这般操操他的锐气，一定可以娶到他当八姨太，这样我们定可以扬名立万。各位公子，可有正确的选择？在下也是思索一番才懂。所谓智勇双全，郡主这是在测我们的智。我等各选不同木箱，必有一人可中。如此一来，你们之中也只有一人通过，不是？众人皆知马府提亲如铜墙铁壁，与其说是来提亲，不如说是来挑战。只要我等能共谋破题，那便可扬名立万。不论是否真成婚事，都值。都值。小凤，开箱。是。我先来。哎，你看看，乔公子，可惜了，承让了。你也没份儿。两位哥哥，请打开，等着喝我的喜酒吧。
本郡主早已严防有人会如你之策，失了初衷。若是真可以听见彩蝶振翅之音，便会知道皆为空想。郡主，你这是在强人所难啊！试问这天下间，谁能看得见这风之行？谁又能听得见这彩蝶振翅之音呢？狼或许可以吧。曾经我也认为这绝非常人，需要有超凡之能力。但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我逐渐明白，此非超凡，关键在心。若郡主想孤独一生，无需拿一些莫名虚无的大道理来刁难在下，羞辱了我们这些提亲者。好，那就请各位公子多多回去警告他人，来我马府提亲者，来一个我羞辱一个。告辞。有病啊！什么蝴蝶，什么木香，这不挑理人吗？就是。累死我了。小凤，如果都这样了，明日还有人来提亲的话，就直接说我重病不起了吧。这道题也只有那个人能破了吧？可是这么多年了，那人是生是死都不知道，郡主难道真的要孤独终老啊？糖葫芦，肉包子，刚占得了糖葫芦，好吃的包子，好吃不贵的糖葫芦，刚出笼的包子，糖葫芦，包子，刚占得的糖葫芦，卖包子嘞！文彦，在，去找个停歇处。是。哎，主子，要不然咱先喝口茶，休息休息吧。禀君主，通州城少主顾少主求见。公子是来提亲的吧？我们家郡主重病不起了。那么那位是？好吧，那我一视同仁，他们怎么走，你怎么走。公子，这边请吧。这里有3个木箱，只有1个里面才有彩蝶，请公子答出此题。郡主可是爱蝶之人？是又如何？我家郡主爱花爱草，爱蝶爱风，爱天地万物，公子搞不定的。不送了。3箱之内皆无彩蝶。想必在下已是猜中，这3个木箱张味颇重，乃是张木所制。但彩蝶极怕张味，一旦入内，必难救活。郡主若是爱蝶之人，必不会将彩蝶放入其中。这天地万物，只要细心洞察，必有所得。还有，在下并非为提亲而来，此信是家父想与夔州城郡主商讨粮仓赈灾一事，特派我前来递交此信，命我务必亲自交至郡主手中。方才有失待客之道，都怪我未查明来意，还望少主见谅。素闻马府登门提亲如同登天，今天我算是见识了。女罗草，少主好眼力，这是我们家郡主最喜欢的花。我不喜欢。女罗草需攀附而生，无法自足，如同一人之人生，
需要依附他人而活。人生是自己的，你我都不该为了别人，让自己被困住。信已送到，在下就先行告退。少主远道而来，不如在府上歇息片刻，喝杯薄荷茶如何？这是我们家郡主最喜欢的味道。心领了。郡主既以木香难题打发他人，想必是不愿意被打扰。我也一向不愿意麻烦他人，告辞。主，那位通州少主挺不错的，有学识，有想法，有个性，不卑不亢，更是毫无矫情迎合之姿。你多虑了，他是名花有主，本来就无需讨好其他女子。没有，我打听过了，他同你一个模样，成天埋在城里操兵处理政务，多少名门闺秀倾慕，他都以城务繁忙为由拒绝。好一个天地男儿啊！要不，你嫁他？郡主，这位少主是我见过最好的了。他说的没错，谁都不该让自己被困住，不是？难不成你要终老一生，等着这么多年毫无音讯的狼崽回来吗？当初他落入河谷，你日日寻找，弄得身子都垮了，受伤的腿留下病根子，至今未愈。他要是能活着出现，早出现了。若是可以，我多么希望当年受伤落谷的人是我。我没有等，也没有资格等。他曾是那么的信任我，而我却背叛了他。若是他没有死，一定早已远离，把我这颗他生命中的灾星忘得一干二净了吧。郡主，你不要内疚，当初你赶他走也是情非得已，并非出自真心啊。是否真心不重要，并不知情的他受伤必是真。他若还活着，我只希望他可以过得好，像从前那样爱吃肉包子，爱和别人抢糖葫芦，依然愿意相信世间的美好与善良。若是还有一个贤良的女子可以陪着他，不会像我那样对他颐指气使，这便更好了。怎么反倒变成本郡主安慰你了？对付那些公子我都快烦死了。走，陪本郡主上街散心，顺便给爹买个礼物，等他回来讨他欢心。是。给我来2个肉包子。拿好，您慢走啊。客官慢用啊。包子，好吃的包子。主子，你想吃东西是不是？我看那肉包子不错，我给你买点去。我不饿。糖葫芦，吃个糖葫芦吧。听说夔州城的糖葫芦特别有名，咱来串糖葫芦啊！你要是很闲，就找点事情做。你脑子有包啊！主子吃糖葫芦，你觉得那画面合适吗？主子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！这家店自己张贴说免钱啊！我说各位客官呐，切莫误会了，那旁边啊还挂着一副字谜呢。这是我们家马郡主
去年元宵节路过此处留下的。若是谁解开了谜底，这才能免钱。相公一看，足仅4尺，寿貌善心，可成夫君。猜一字，会是什么字啊？主子，找到了，前面有一家万安酒楼，可以暂宿。狼。客官，谜底字为狼，但狼并非全族4指。是吗？你家郡主自认懂狼，却是一知半解，班门弄斧，实为卖弄之人。哎，文也文也，谜底真是狼啊！狼字左寿，又乃善良之良，故寿貌善心，而良之良人，可成相公夫君。看来主子是猜对了。赶紧跟上主子吧，别聊了。哦，我们猜出来了，点了吧？哎，果然呐，这但凡有心之人，全无不解之谜呀。郡主，哎，郡主啊，郡主，刘叔，近来生意可好？哎呦，托郡主的福，好得很。我是要跟郡主说，这您的字谜方才有人解出来了。刚才有位公子啊，他竟然解出了狼字，他居然说，狼并非是全族4指，还说郡主您啊，是一知半解呢。狼确实并非皆是4指，仅后族如此。看来此人亦是懂狼之人。刘叔，他人呢？我愿与他交个朋友。他不知去向了。差点忘了告诉郡主一个好消息，方掌柜的万安酒楼又要请人来演皮影戏了。听说戏台子都搭好了。郡主不是很喜欢看皮影戏吗？要不我们去看看？也好。掌柜的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各位客官，您是用酒饭还是夜宿啊？夜宿，备好1等厢房。我家主人不喜欢被人打扰。你这家酒楼暂不收客吧？啊？这些钱够你吃一辈子了。是小的有眼无珠啊，不知道是贵客上门啊。各位客官，请随小二至2楼1等厢房，请。几位客官，请随我来。哎，方掌柜。哦，郡主，这么早关门啊？哦，小凤姑娘，今天酒楼啊被人给包了，我们呀不营业了。夔州城这个小地方，还有出手这么阔绰的贵客呢。要不然我们改日再来吧。郡主，方掌柜，通融通融，郡主就是想看一眼皮影戏的台子，成吗？啊，郡主当然可以通融。郡主，里边请。多谢方掌柜，我们也不会停留太久。您忙您的，不用招呼我。哎，好。小凤，你在外头等着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。
伙计，该准备晚膳了。掌柜，刚才是谁在里面找戏？啊，是我闺女儿，红儿。红儿，哎，爹，红儿，你是红儿？刚刚是你在后面玩吗？红儿，告诉客官，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小狼和星儿的故事啊？对。多年前的一场大火，把它变成了现在这样。孩子们都笑话他。不过，从小他就深爱着小狼和星儿的故事。他一直都说，小狼都能找到星儿做朋友，总有一天，他也会找到真的朋友。爹，他们都说红儿是怪物。他们胡说。红儿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像小狼一样，能找到个真的喜欢你的人。真为你闺女好，就告诉她吧，不要相信这个故事。人心难测，任谁跟你闺女亲近，终将会背弃于她，最终令她痛不欲生。若你不想被人鄙视，就逼自己强大，立于世人之上，这才是生存之道。爹准备颐养天年了。其实啊，把马家军交给朝廷，就此解除了陛下的疑虑，也换来了我们一家人的团聚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爹说的是没错，只是马家军彪悍，天下皆知，向来为爹马首是瞻。若是爹此次要交回兵权，必须得仔细考虑，莫造成陛下对马家军忠诚的疑虑。哦，没想到我女儿的思路如此清晰。如果你是男儿啊，一定是爹的好帮手啊。只可惜，马家今后只能料理夔州城了。我准备啊，正式把城主之位交于你的兄长。俊儿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也成长了很多。现在啊，爹最挂念的，可就是你了。你总不能在夔州城待上一辈子吧？爹，您知道我悔婚的事情了？摘星啊，你是不是心里还在怨恨爹呀？你故意悔婚，逼退求亲，爹都知道。如果你此生因为狼崽而终生不嫁，那爹也只好亏欠你一辈子了。爹，女儿怎么可能会怨您呢？您当年阻止我救狼崽，是怕女儿触怒龙颜，是女儿欠您一辈子才是啊，总是让您担心。说的是心里话。那就答应爹，从今天起忘了狼崽吧，找个好人家，多生几个胖小子，让爹啊当当外公，含饴弄孙，这可是爹唯一的心愿了。郡主，入夜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去找酒楼老板，
小凤知道郡主喜欢，就买回来了。还有，我找到了那个猜出狼字的人，茶摊的老板说他就住在城西的那家酒楼里。郡主不是很想认识那个爱狼之人吗？要不明天我们去酒楼一见？小凤，我明天会去，但这是我最后一次为狼仔做事了。怎么了，郡主？没什么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为当年的事情愧疚着，却忘却了这样或许会伤害到爹的感情。是时候放下了。如果明天去见了那猜谜之人，他与狼仔毫无关系，那么我就死心了。从今往后，绝口不提狼仔之事。小凤，那个猜出谜底的爱狼之人就在里面。郡主快进去吧，小凤就不打扰郡主了。这位客官，是否就是解除灯谜之人？非也，但我更想解开的是你的心结。是你？是小凤找你串通好的吧？既然如此，恕我不能陪你们玩了。郡主且慢，你如此下去，仅是对自己无谓的折磨。我明白，有些曾经想忘却很难，因为我也是如此。我听小凤跟我讲，你终日投林不离身，便是为了一个与狼为伍的少年。这些年内心从未自由，这不禁让本少主忆起我也不曾忘却的一名女子。当初我们情投意合，她却因病而逝。所以少主才终日埋头正事，再也不接触其他女子了。少主亦是重情之人。不，
我是一个不孝之人，因我如此，以致家母于临终前郁郁寡欢，始终对我挂心。难道郡主也要步我的后尘，让自己后悔莫及？主子，我已经从各州夜煞支部内增派10名应手来，现已入驻夔州城。好，通知众人，密切留意马英动态。领命。爹，您和娘从来都没跟我说过，你们两个是如何相识的？女萝草依附而生，娘如此喜欢女萝草，是愿意相信爹，依附爹一生一世吧？女萝草啊，还有一个名字，叫王女。王女，您说娘是王者之女，你就全当是你娘对你的期待吧。他希望你虽为女子之身，却成王者风范。你娘在马府深居简出，从未与人纷争。她可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她出身高贵，名门之后。楚葵知道狼崽本性善良，担心他无法完成刺杀任务，便故意对他隐瞒了灭门马府的命令，直接指使夜煞进行刺杀。动手！占星，在屋里待着，爹先出去看看。爹！爹！爹！放我出去！占星，千万别出来，外面有危险！爹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爹！
行！爹，快走！别过来！爹！你们到底是谁？昨夜城中府惨遭灭门了！快看，马家军的将领回来了！参军大人，城主呢？城主尸身就在后头，卑职这就去准备棺木。带我去看。是。城主一家还活口？少主与夫人的尸体皆已确认，唯独郡主房里焦尸数具，难辨珍宝。马家全数罹难，郡主恐怕也在其中了。到底何人所为？手段如此残忍！大人，就是这儿了。城主，我来晚了一步。城主在天之灵，保佑我马一涵为你报此血仇。就让马家军认为此事乃晋国所为。金宝，来人，在。我留于此地，安置马家上下。你即刻启程，快马加鞭，将此事禀报朝廷和马家军。是。主子，我们昨晚不是擅自行动，而是陛下怕您对夔州城有所留恋，就瞒着您给我们下达了第二道命令，刺杀马英一家，只留马家兴一个活口，事后再将凶手嫁祸给晋国。主子，主子！主子，依照陛下的计谋，马家军果然认为此次刺杀马英的幕后凶手是晋王。你们两个即刻出发，盯紧马家军。那马摘星呢？本王和文衍会带他回去。是，我等告退。主子，马郡主情况不容乐观，他不仅头部遭受重击，更亲眼目睹刺杀过程，如此身心俱创。常人极有可能昏迷数日，乃至是昏迷不醒。本王要的是方法，他如何醒来？寺庙住持提供的草药已经不足用了，但是属下想到几种草药，或许会有效果。那还不快去取！
那郡主，我看着。是。原来你就是杏儿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和你当朋友，后悔把你带下山。你不知道自己是个怪物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和怪物当朋友？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让人来抓你，抓你的狼娘亲，抓你的狼兄弟。松开，松开！你不知道吧？你的星儿永远都回不来了，因为这个领导是他给我的。狼仔，世上还是好人多。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彼此信任。原来你是马家郡主，也难怪当年你会背弃我与马府官兵。如今我是博王，你是马家人。站住！何人夜闯马府？来者何人？在下乃通州城少主，与马家郡主为故友。听闻马府惨案，特此前来。郡主与少城交识，面目难认。就在这些棺材里。礁石面目难辨，但郡主之铜铃怎么会烧坏？这些人可曾发现郡主铜铃？小人依照参军指示，已细查马府上下，但并未发现什么铜铃啊。若是如此，在下相信郡主尚在人世。咱们以马府为中心，我带人自此向南搜寻。倘若真的如少主所言，此线索定能寻到郡主。事不宜迟，末将即刻出发向北搜索。若寻得郡主，少主定力守宫。在下只是担心郡主的安危。马郡主随时可能会醒过来，主子到时候便可问话。郡主醒了。郡主，马郡主，他不是马摘星。他只剩一个躯壳，现在的他不是马摘星。马郡主八成是得了离魂症，他精神上遭到了极大的刺激，头部又受到了重创，
身心皆不堪负荷，故而如同失魂，断了与外界的联络。如果郡主继续不饮不食的话，恐怕会伤及性命。去拿水来。马延寒传来消息，城主一家都被晋国灭门。城主一家全数罹难，死于晋王之手。大哥，我们离皇城只有几日的路程，可跪求陛下即日发兵攻打敌晋，血债血偿。即刻拔营，前往皇城，让陛下为马家军做主，出兵讨伐仇人。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朝廷上下骑马家军对马英之死，正如朕所料啊。陛下宽心，一切发展按陛下之计。马家军已递交军策，望陛下出兵讨伐晋王，他们愿为死事。以马英一人之死，换来这么多无价的军心，知了。是。这马家军进京回归一事嘛，就让丞相敬翔去迎接办理吧。是。看来郡主已经毫无求生的意念了，就连他的身体也拒绝饮水，恐怕是命不久矣，药石罔效了。药石罔效，那就以毒攻毒。以毒攻毒或许还有一些办法，只是此等猛药，属下还需要一味药材。什么？女萝草。女萝草药性柔而不弱，正可以中和郡主的毒性，护住郡主的心脉。若无女萝草的话，郡主恐怕会命丧于此。时间紧迫，哪里有女萝草？此处不远有一座星月山，山势高峻，说不定那里会有此药。你照顾郡主，我去星月山。主子且慢，此山恐怕不宜贸然前去。传说山中有巨虎伤人，主子确定要去吗？好久没跟猛虎动手，一次两头，倒也是第一次。
方圆100里都要给我查清楚，是否有郡主下落。是。少主，前面有一座寺庙，外面所停之马均为将士所用之战马，并非常人之坐骑。小心为上，潜入一探。是。主子上山多时，按道理也该回来了。你是何方人马，竟敢掳走马家郡主？看你这身打扮，身上更带有通州城主的腰牌，想必是通州城顾家人了。我是通州城少主顾清平，你又是何人？赤龙令在此，我等乃是陛下的特使。大人可是陛下亲派特使？正是。下去。是。那大人为何会与郡主同在此处？陛下早获线报，马家恐遭晋王派人袭杀，故派我等前来。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马郡主就是我等救下来的。在下多谢大人出手援助，保住马郡主一命。你和郡主相识？我与郡主曾是故友，相知相惜。马郡主头部遭受重击，故而得了离魂症。此症除了服用汤药医治以外，如果能有挚友与他交谈，对病情或许有所帮助。且看少主能否唤醒郡主了。让我陪郡主单独待会儿吧。马郡主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会一直陪着她，直到她清醒。郡主，我曾经说过，要带你离开伤心地，离开夔州，去一个全新的地方。主子，您受伤了。谁？郡主的旧识，通州少主。郡主至今尚未吞咽。他说自己是郡主可以相信的朋友，所以由他尝试，或许能够成功。这是薄荷，的确，它有提神醒脑的作用。给那家伙吧。是。来，郡主，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啊。郡主吃了。再来。爹，
郡主，你醒了吗？是我呀，还记得我吗？爹，郡主是想回马府去看你爹。郡主要回马府，咱们即刻送他回去。此事得先问过我们家特使大人。见过特使大人。你有何事？方才郡主已有些言语，郡主想要回到马府，相信这对郡主的病情会有极大好处。不可能。还请特使告知原因。以你的身份，无需知道。我是郡主的好友，这你看到了。要不是我在，郡主怎会进士？很好，你继续问，其他的无需过问。大人可是将本少主当下人使唤？是又如何？我家大人是陛下钦派的特使，身怀赤龙令，他说的话就是陛下的旨意。哼！真是奇了。刚才那少主为郡主饮水的时候，郡主还始终不饮。难道说，郡主饮食的关键是在于主子给的薄荷？主子，您怎么知道郡主喜欢薄荷的味道？姑且一试。女萝草已经取到，你即刻煎药，让她服下。是。马将军动向如何？按照时日推算，应该已离皇城不远。丞相大人到！连丞相大人都亲自来迎接啊！看来陛下这次真是给足了马家军面子。马家军的归顺看起来一切正常。啊，马将军，一路远来有劳了，盼望你此次能常驻皇城，本相定会以礼相待。咱们文武二人相辅相成，共同为陛下效力，啊！丞相，太客气了。哎，动手！马将军，你这是……本将不惜一切代价，是要为马城主之死找出真相。你以为我马家军真的能轻信晋王是真凶吗？马方城，你不是上禀陛下，此案有马城主所留的字迹吗？更何况这普天之下，除了狄晋，谁人敢对马家上下动手暗杀？10数年来，晋王多次劝城主投靠，以其爱才之心，绝不会轻易的加害城主。哼！你这下是完蛋了。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。你立刻回去禀告主子此事，我入京面圣。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愿为城主
而死！越为成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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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死！陛下，马家军表示，并非不相信陛下，只是希望陛下能亲临一见，立血书誓言，他们才愿意接受此案乃晋国所为。好个马家军呐！竟敢逼着朕发毒誓取信他们。若当真如此，那朕的军威何在？以后是不是朕对谁都要发毒誓啊？报，博王府海别求见。参见陛下。马宅星还在吗？他人呢？博王目前准备带他回城。你去助博王一臂之力，让他务必及时赶回。速去。主子，主子，不好了！马家军不愿轻信凶手是禁军，现引秦下宰相敬降，逼陛下亲自与其对峙。更兵见陛下以血书毒誓自清。走，带着郡主立马出发。人呢？那少主该不会不顾主子反对，执意把郡主带回夔州城了吧？莫萧，你在来的路上看到什么可疑的人了吗？属下来的这一路正好是去夔州城的方向，这少主根本没有带郡主回马府。看来，咱们这位通州少主一点都不单纯，肯定另有目的。恭喜少主将郡主救出！是啊，恭喜少主！来，喝酒。喝。那群什么特使的，还真以为少主是来救郡主回马府的。现在他们肯定找不到人。还是少主英明。现在这个马家郡主可真的任由少主摆布了。对呀，还是少主厉害。就是少主英明。来，吃，喝。马占星，你若是清醒，一定会问本少主为何不是带你前往马府而去吧？啊？要怪你就怪楚葵，顾家为他卖命一辈子，他将过河拆桥，拔掉顾家权位。我处心积虑的想要接近你，无非是要诱骗你投靠晋国，以要挟马家势力一同投降。哼，不要你马家先一步被敌军所灭。幸好你还没死，可以成为本少主投进的筹码。少主，正如你所料，朝廷特使一干人等正前往马府而去。好极！等他们发现中计，咱们早就走了。少主英明，少主英明。你还真是有病！以前爱什么人不好啊，偏爱一个狼养大的。本少主今天就让你知道，我才是真正的狼。听闻这曼罗桥，只要将他引下，
便会幻象四起。本少主今天就拿你这个活死人一试，好不好啊？本少主平生最会整治的，就是你们这些自命清高的名门千金。马郡主，您离魂正出狱，怕是有很多不解。郡主可否告诉我，您最后的记忆停留在何处？我记得那夜里，我正与爹谈话，突然间有人袭击马府，爹为了保护我，让我走。他却跟黑衣恶人以死相搏。我本以为自己会跟爹一起死，却只是被重击敲晕。我们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及时赶到，击退了刺客，救下了郡主，却没能提前阻止惨案发生。陛下早获线报，知那晋王恐对马家不利。这一切真的是晋国所为吗？确实，并非是晋国单独所为。本王相信，晋王与通州少主顾清平勾结。主子，果真如您猜测，属下在那通州少主的尸首上，搜出他与晋国勾结的反叛书信，还有这个，是禁军专用的虎形令牌。郡主，可恨晋人竟然使用贼人奸计，害了我的家人。我马摘星此生必定替我爹，替马府上下，向晋国讨回公道，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三殿下，摘星先谢过相救之恩，待我明日先回马府，处理完后事之后，再进京谢恩。不，明日破晓，郡主与我等即刻启程回京。郡主，此刻大事未了，马家军不知敌境奸计，竟然误以为马家灭门一事跟陛下有关，此刻更已发兵直指京城。什么？马殷城主已死，数万名马家军的性命就取决于郡主能否及时赶回京城，阻止战事。
孰轻孰重，郡主不会分不清吧？你的离婚正刚好，今日早点休息，明日一早快马回京。有劳各位了。主子，我替您施针治疗吧。马郡主，我要除下主子的外衣，还请您入内一避。主子，请恕属下多言。你这伤痊愈之后，留下的不只是伤疤，如果不好生休养的话，恐怕会伤及筋骨。伤口、伤疤，马郡主，有何事？恕小女无礼，只是小女有一个故友，与殿下长得十分神似，她的肩上有一块伤疤。本王身上并无伤疤。现在郡主知道本王并非你的故友了吧？你早点回去休息，明日破晓立刻回京。二殿下，马家军知道，兵临京城，等同造反死罪。但将军府上下惨遭灭门，此处马家军非报不可。但求陛下亲临，立血誓事宜，让马家军忠于朝廷，心服口服。诸位将士，马城主亡故，马家灭门，不仅诸位痛心，陛下更是哀戚。但唯独立下血誓一事，为臣者不该胁迫上君。各位如此相逼，此乃不礼不忠之举啊！允王殿下，马家军军心浮躁不安，此乃万不得已，请陛下见谅。马家军只求一个公道，是以真相。要真相不难。数日前，陛下早获密报，敌境可能对马家不利，便立刻派博王前去警惕。而博王已急书回报，他会立刻带着众人信服之证据赶回。如有虚假，诸位将士再向陛下讨冤也不迟啊！好，我就等着博王，看他能带回什么。大哥，朝廷现在是想使缓兵之计，好来个里应外合，将我们一举歼灭。允王殿下，今日午时，若见不到博王，马家军只好得罪，破城而入。主子，大事不好！海蝶遣飞鸽来信，马家军已直取京城，比咱们预计的快了半天。若是马家军先到京城，必出大事。殿下，咱们赶紧赶路吧。
马郡主，并非殿下不愿意赶路，只是按照原计划赶往京城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必是马家军先到。那这该如何是好？还有一条险路，是通往京城最快的小径，5时左右到。主子，那哪能算是路啊？它就算是路，它也不是给人走的呀。这个路它根本就……殿下，只要能救马家军，摘星愿意一试。既然马郡主愿意涉险，我也是马家军的一员，自然愿意涉险。本王就舍命相陪。